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、點讚同睇完之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係關於前亞視小生林祖輝嘅近況。現年62歲嘅林祖輝，前年被爆同姚嘉妮結束18年婚姻，之後一直低調生活。最近佢罕有現身好友李婉華嘅 YouTube 頻道直播，大談自己嘅最新動向。原來佢已經低調轉戰澳門飲食業，為朋友打理一間日本燒肉店，仲豁達咁住喺公司安排嘅宿舍，每日搭巴士返工。曾經擁有過億身家嘅佢，由連鎖店大老闆變返幕後管理，心態非常豁達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林祖輝嘅近況，佢嘅人生轉變，以及佢對事業同婚姻嘅睇法。首先講下林祖輝嘅背景。林祖輝係80、90年代嘅亞視小生，拍過唔少劇集，但演藝成就唔算特別突出。佢真正嘅成就係喺商界。2011年棄影從商之後，佢嘅生意一度越做越大，曾經代理知名童裝品牌，坐擁6間分店，甚至傳出擁有過億身家，仲計劃建立上市王國。不過隨住零售業環境轉變，佢嘅童裝生意已經告停業。前年佢同姚嘉妮結束18年婚姻。兩人強調不涉及第三者，和平分手，會共同撫養一對仔女。經歷過生意失敗同婚姻結束，林祖輝嘅人生可以話係經歷咗重大轉折。最近林祖輝現身好友李婉華嘅 YouTube 頻道直播，透露自己目前喺澳門新濠天地，為朋友打理一間日本燒肉店，由昔日嘅連鎖店大老闆變返幕後管理。佢嘅心態相當豁達，佢話自己而家住喺公司安排嘅錦仔宿舍。雖然唔係豪宅，但係環境方便，距離工作地點僅2個巴士站。佢每日搭巴士返工，親自跟進餐廳嘅裝修、設計餐牌、收銀系統等大小事務。目前餐廳已經開業半年，佢好享受呢一種同本地街坊接觸嘅人情味生活。直播中，李婉華不停稱讚林祖輝，仲話你永遠喺我心目中都係一個白馬王子。林祖輝就自認演藝成就平平，但其實佢係圈中罕見嘅有內涵演員。佢出身自傳統名校九龍華人書院，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，主修經濟及哲學。佢同黃子華係好老友。因為兩個都係哲學系畢業，黃子華曾經喺棟篤笑金盤袋口入邊公開多謝林祖輝，話喺自己未成名前，林祖輝多次仗義相助。黃子華喺後台攬住林祖輝爆喊，呢一段往事反映出林祖輝嘅為人重情義、低調有內涵。呢單新聞有幾個地方好值得討論。第一係林祖輝嘅豁達心態，由身家過億嘅連鎖店老闆到生意失敗、婚姻結束，再轉戰澳門住宿舍、打理燒肉店，呢個轉變唔係人人承受得到。但林祖輝似乎好坦然，佢唔介意由低做起，唔介意住宿舍、搭巴士，仲話享受人情味生活。呢一種能屈能伸嘅心態非常難得。佢嘅故事話俾我哋，人生有高有低，最重要係保持正面態度，接受現實，然後繼續向前。第二係佢對婚姻嘅處理，同姚嘉妮結束18年婚姻，兩人強調不涉及第三者，和平分手，共同撫養仔女。喺娛樂圈，離婚通常伴隨住是非爭產、互訴拔氏，但林祖輝同姚嘉妮做到好聚好散，呢一個非常難得。佢哋將焦點放喺仔女身上，減少對佢哋嘅傷害，呢一種成熟嘅處理方式值得學習。第三係佢嘅低調作風。林祖輝離開娛樂圈之後，好少公開露面，即使生意做得大，都唔會刻意炫耀。而家轉戰澳門，都係透過朋友嘅直播先至俾人知佢嘅近況。佢唔追求曝光率，唔追求名利，只係默默做自己喜歡嘅事。呢種低調喺娛樂圈非常罕見。第四係佢同黃子華嘅友誼。黃子華喺棟篤笑入邊多謝林祖輝，話佢喺自己未成名前多次仗義相助，呢段往事反映出林祖輝嘅為人。佢唔係一個只顧自己嘅人，而係願意喺朋友低潮時伸出援手。呢一種義氣喺勢利嘅娛樂圈更加珍貴。網民對呢一單新聞嘅反應好正面，有人話林祖輝真係一個好男人。可惜婚姻未能夠走到最後，佢嘅豁達心態令人佩服。由過億身家到住宿舍，冇怨天尤人。佢同黃子華嘅友誼好感人，希望佢喺澳門可以生活得開心。亦都有網民關注佢嘅感情狀況，離婚後有冇新對象，希望佢可以揾到第二春。
有網民就回憶佢嘅劇集，細個成日睇佢做戲，而家諗起都係回憶。有理性嘅網民就話，人生有喜有樂，最緊要係健康同開心。從心理學角度分析，林祖輝嘅豁達心態源於佢嘅哲學背景同人生閱歷。哲學訓練令人懂得思考人生嘅本質，明白名利嘅虛幻。佢經歷過生意嘅高峰同低谷，知道財富可以嚟得快，亦可以去得快。所以當生意失敗、婚姻結束，佢能夠快速調整心態，唔會沉溺喺過去。佢選擇去澳門，由低做起，住宿舍、搭巴士，證明佢已經放下身段，接受新嘅生活方式。呢一種心理韌性係好多人缺乏㗎。對於一般市民，呢一單新聞有乜嘢啟示？第一，人生無常，財富同地位都可以一夜之間改變，所以唔好將所有幸福感寄託喺物質上，要培養內在嘅滿足感。第二，面對挫折，保持豁達，接受現實，然後重新出發。怨天尤人只會令自己更痛苦。第三，婚姻結束唔等於人生終結，好聚好散對雙方同仔女都好。第四，珍惜真正嘅朋友，好似林祖輝同黃子華咁，喺低潮時互相扶持。第五，低調做人，踏實做事，名利只係過眼雲煙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林祖輝嘅故事係一個回歸平淡嘅典範。佢曾經擁有過億身家，但當一切失去，佢並冇崩潰，反而選擇一種更簡單、更真實嘅生活方式。佢而家喺澳門打理燒肉店，同街坊接觸，享受人情味。呢一種生活可能比昔日嘅商場搏殺更加快樂。佢嘅故事告訴我哋，快樂唔在於擁有幾多，而在於你點樣看待你所擁有嘅嘢。即使住宿舍、搭巴士都可以活得充實。最後目，我祝福林祖輝喺澳門生活愉快，燒肉店生意興隆，亦都希望佢同姚嘉妮可以繼續保持良好關係。一對仔女健康成長，同時希望所有正面對人生低谷嘅朋友可以學林祖輝咁豁達面對，重新出發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